各位关心健康的朋友，大家好，尤其是60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请务必特别留意这则重要的健康资讯。当我们听到肌酸酐这个数值过高时，大多数人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往往是必须开始服用大量药物，执行极度严格的饮食控制，甚至是令人闻之色变的肾衰竭这一类可怕的字眼。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像我们每天随手可得、习以为常的坚果，这样看似简单的食物，竟然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让您的肌酸、酐数值节节攀升。即使是那些包装上标榜着天然健康或是有益心脏健康的坚果，对于肾脏功能已经开始退化的长辈来说，可能并非完全安全。对许多台湾家庭而言，坚果不仅仅是食物，它们更承载住许多温馨的回忆，像是冬天的夜晚，手里捧着温暖的烤栗子，或是过年过节家庭聚会时，客厅桌上总摆着装满腰果和杏仁的零食盘，大家一边嗑着坚果，一边聊天说笑看电视。在那样的氛围下，没有人会去谈论什么肌酸酐、慢性肾脏病或是检验报告上的红字，我们只知道吃进嘴里的是好吃的东西，是能让我们感到温暖和饱足的美味。时光飞逝，转眼间，或许您已经50岁、60岁，甚至70多岁了。您开始想要为了健康做对的事情，努力减少吃垃圾食物，避免摄取过多的糖分，将手边的洋芋片换成了坚果。因为身边每个人、媒体广告都告诉您坚果对心脏有益，但是与此同时，您可能感觉到身体有些不一样了。您比以前更容易感到疲倦，您的食欲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好了，您的血压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升高，或许在一天忙碌结束后，您的脚踝会出现轻微的水肿。面对这些指兆，我们很容易挥挥手说，我只是变老了，这很正常。然而，对许多人来说，这些被视为正常老化的迹象，实际上极有可能是来自肾脏发出的早期求救讯号，意味着肾脏的过滤功能正在变慢，肌酸酐数值也开始上升。这是一个无声的警讯。在那张印出来的检验报告上，肌酸酐可能只是一行不起眼的小数字，但这微小的一行数字却真实反映出您的肾脏正多么努力地在工作，以及您未来还有多少健康的岁月可以挥霍。根据相关疾病管制与预防单位的统计资料显示，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正与慢性肾脏病共存，而其中竟然有极高比例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病。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在肾脏受到严重损害、压力爆表之前，都没有察觉到身体出了问题。他们继续过住原本的日子，吃着他们认为安全的零食，而体内的肌酸酐就在这背景下，慢慢的、悄悄的持续上升。不过，好消息是，您不需要彻底翻转，您的整个生活方式才能开始保护肾脏。有时候只需要几个微小而温和的改变，就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了解在肌酸酐数值偏高时，哪3种广受欢迎的坚果会让您的肾脏不堪重负，以及哪3种坚果反而能真正支持肾脏的过滤功能并平息体内的发炎反应。在这里，我们将带领大家从察觉走向行动。您将会看到餐盘上几个简单的选择，如何能让您的肾脏少一点对抗，多一点支持，进而帮助身体疗愈。如果您曾经想过您的日常饮食习惯究竟是在帮助还是伤害您的肾脏，请务必耐心地了解下去，您将会获得清晰且实际的执行步骤，可以从您的下一份点心开始落实。首先，我们要来谈谈第一种需要警惕的坚果，让我们从一种
许多人自豪地称之为健康零食的坚果开始腰果。腰果口感奶滑浓郁，吃起来令人感到满足。对很多长辈来说，选择腰果感觉像是一个聪明的决定，认为这代表着少吃一点垃圾食物，多摄取一点好脂肪，对心脏有益，对吧？但问题在于，对一个器官有益的食物，不一定对另一个器官也是温和无负担的。对于肌酸酐过高或肾功能已经开始下降的人来说，腰果可能会悄悄地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营养数据库显示，只要100公克的前烤腰果就含有约553大卡的热量，约18公克的蛋白质，以及超过660毫克的磷。请注意，磷这个数字才是这里真正的隐形杀手。对于患有慢性肾脏病的人来说，许多肾脏科医师的临床指南都建议，每天的磷摄取量要严格保持在大约800到1000毫克之间。试想一下，如果您随手抓一大把腰果当作点心，光是这一次的摄取量，就可能让磷的摄取量接近那每日限度的70%了。当您的肾脏运作正常时，它们可以像精密的过滤器一样过滤掉血液中多余的磷。但当肌酸酐数值很高时，通常意味着肾脏的过滤功能已经比它应有的速度要慢了，无法被适当地清除的多余磷元素就会开始在血液中积聚，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高血磷会导致动脉血管钙化、骨骼病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肾性骨病变，这会对肾脏造成进一步的压力。长期下来，这种额外的负荷会让肌酸酐数值变得更高。此外，腰果也含有钾离子，在一个健康的人身上，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一个肾脏正在挣扎的患者身上，太多的钾会让体内的电解质平衡崩溃，倾向于引发不规则的心律、心律不整、肌肉无力以及较高的血压。这3样症状是我们绝对不希望在有肾脏健康隐忧的长辈身上看到的。请回想一下您吃腰果的方式，您是会精确地量出来吃，还是直接从袋子里一把一把地抓，一边看电视、聊天或滑手机？您是否曾经检查过您一整天摄取了多少磷和钾，或者您只是单纯相信健康零食这个标签，并假设它是绝对安全的？如果您的肌酸酐数值偏高，或者您的一生曾经提到了早期的肾脏问题，腰果可能不再像它们曾经看起来的那样无害了。这不代表您必须永远害怕它们，但您确实需要严格尊重分量，并充分了解它们对您的肾脏所造成的额外负荷。接下来，我们名单上的第2种坚果是常常出现在每一篇有益心脏健康的文章和每一个健康饮食计划上的明星——杏仁。杏仁因为富含维他命 E、健康的脂肪、抗氧化物，甚至在体重控制中的角色，而备受赞誉。对许多在50或60岁后试图做出比较健康选择的人来说，用杏仁来取代饼前或洋芋片，感觉像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这个里有一部分事实是几乎没有人会主动谈论的，杏仁的钾含量非常高。而当肌酸酐很高，您的肾脏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率地清除血液中的钾时，这就可能构成风险。根据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的资料指出，一份28公克的杏仁，大约就是1小把的量，就可能含有高达200毫克的钾。单独来看，那个数字听起来或许不具威胁性，但对患有慢性肾脏病的人来说，许多指南建议每天的钾摄取量要保持在大约2000到2500毫克以内。如果您一天吃好几次杏仁当零食，就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接近那个危险限度了。现在，
再加上您其余的日常饮食，例如早上吃的一根香蕉，午餐的一道以番茄为主的菜肴，或是沙拉里的一些深绿色蔬菜，突然之间，您的钾摄取量就远远高于您的肾脏能舒适处理的范围了。这一结果可能是导致高血钾症，这是一种血液中的钾浓度上升到不安全水平的危险状况。高血钾的症状开始可能是细微的，例如感觉比平时更疲倦，指尖或嘴唇刺痛或麻木，肌肉无力，或感觉您的心跳不太对劲。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它会导致致命的心律问题，特别是在心脏和肾脏已经承受压力的长辈身上。只要100公克的杏仁就可能含有超过700毫克的钾。对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那仍然在身体能处理的范围内，但对肌酸酐偏高的人来说，同样的量就足以让体内平衡失掉。问问您自己，您是否在阅读、看电视或工作时直接从罐子里拿杏仁吃？您是否把它们想成是无限量的健康食品，因为它们比甜食健康？或者您把它们当作仍然需要控制分量的食物？如果您的肾脏已经比以前工作得更辛苦了，杏仁可能需要从每天的必备零食变成偶尔浅尝即止的小确幸，并且必须严格控制分量。理解这一点不意味着您必须永远放弃它们，它只是意味着您需要给您的肾脏一个喘息的机会。我们要小心提防的名单上的第3种坚果，是一种承载了许多温暖回忆的食物——栗子。对许多台湾人来说，糖炒栗子意味着寒冷的夜晚、热闹的夜市、或年或大街、家庭的聚会，以及从烤箱或街角传来的温暖香甜的舒适气味。栗子感觉温和，质地柔软，甜度温和，脂肪含量也比其他坚果要低得多。基于这个原因，许多长辈假设它们是一个安全清淡的选择，特别是如果他们有敏感的消化系统或不耐受油腻的食物。但当肌酸酐很高，肾功能也随之下降时，栗子会创造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问题。不像腰果或杏仁，栗子的脂肪和蛋白质含量低得多，但淀粉和碳水化合物、糖类却高得多。这些成分可以占到它们总热量的大约80%。那意味着栗子会让血糖上升的速度比许多人意识到的还要快。每一次您的血糖飙升，您的肾脏就必须更努力的工作来维持内部平衡，特别是在过滤功能已经变慢的年长者身上，血糖波动对肾脏微血管的伤害是不容忽视的。除此之外，栗子富含草酸盐，草酸盐是天然的化合物，过量摄取会导致草酸钙肾结石的形成，这是长辈中最常见的肾结石类型。根据梅约诊所常常引用的指南，长期下来每天摄取大约100毫克的草酸盐会显著地提高这些结石形成的风险，而100公克的栗子就已经能让您接近那个门槛了。许多人以为栗子柔软，容易咀嚼，脂肪含量低，非常适合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对吧？但对您的胃温和的食物不一定对您的肾脏也温和。当您享受着看似无害的季节性点心时，肾脏可能会在没有疼痛的情况下悄悄地受到损害。如果您有肾脏问题的病史，曾经患过肾结石，或者您属于肾脏病的高风险群体，许多健康专家建议要非常小心食用栗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完全避免。这不会抹去与它们相关的美好回忆，但确实能保护您的肾脏免受无声长期的伤害。回想一下您自己的习惯，您在比较冷的月份里是否规律地吃栗子？当您坐下来吃一袋刚买来的糖炒栗子时，您是否注意您吃了多少？还是您一直吃到袋子空了为止？诚实地看待这些小习惯，是迈向健康有利的一步。
有时候保护您的肾脏不是从大的戏剧性的改变开始，而是始于您对自己说：我仍然爱粒子，但我更爱我的肾脏。到目前为止，您可以看到，不是每一种所谓的好坚果都对您的肾脏友善，特别是当肌酸酐已经比它应有的数值要高时，那会让人感到有点不安，几乎像是规则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您多年来信赖的零食，突然之间看起来比较不安全了，而那些曾经感觉温暖又熟悉的东西，现在却带着无声的风险。但这不是我们要告诉您害怕食物或放弃您享受的一切。您的肾脏不需要您做到完美，它们只需要您多一点点的觉察，多一点点的用心，特别是对那些您每天都不假思索的吃的东西。令人安慰的消息是，就像有一些会让您的肾脏充满磷钾或草酸盐负担的坚果一样，也有一些会产生相反效果的坚果，它们能温和地支持过滤功能，平息发炎，并与您的肾脏合作，而不是对抗它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让我们从担忧转向行动吧。我们将看看在肌酸酐偏高时，您可以依赖的3种对肾脏友善的坚果，那些仍然能让您享受零食的香气，同时也悄悄地在每一口中给您的肾脏一点点额外帮助的坚果。第一种护肾好朋友是亚麻籽，现在我们已经看过那些坚果，会悄悄地让您的肾脏不堪重负了。让我们从一种常常被忽略的微小种子开始吧。大多数人知道亚麻籽是皮肤含胆固醇管理的超级食物，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当肌酸酐悄悄升高时，它们也可以成为您肾脏的温和盟友。亚麻籽天然富含植物性的 Omega-3、脂肪酸、木酚素和水溶性纤维。对肌酸酐高的人来说，那水溶性纤维尤其重要，它有助于您的身体降低尿素氮和肌酸酐的水平。这2种正是您肾脏持续试图从您的血液中移除的代谢废物。2020年发表在《肾衰竭》期刊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有轻度肾功能损害的人，他们每天食用30克的亚麻籽，持续12周。平均来说，他们的血液肌酸酐水平下降了约18%，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改善，特别是对于肾脏已经比以前工作得更辛苦的长辈来说。亚麻籽虽然不能治愈肾脏病，但它们可以减轻复合病，支持您的肾脏本来就在试图做的事。还有更多好处，亚麻籽含有阿尔法次亚麻油酸，这是一种具有强烈抗发炎特性的植物性 Omega-3。肾脏、微小肾小管中的慢性低度发炎是过滤功能长期下来偏弱的无声原因之一。透过平息这个种发炎，亚麻籽帮助您的肾脏以一种比较顺畅、比较温和的方式工作，而不是在背景中持续的对抗刺激。然而，要得到这些好处，您如何吃亚麻籽非常重要。整颗的亚麻籽常常几乎原封不动地通过消化系统，您看见它们，您吞下它们，它们排出来时看起来还是一样。要真正吸收它们的营养，您需要把它们用研磨机磨成细粉。一旦磨碎了，就把粉末存放在一个密封的玻璃罐里，放在一个凉爽黑暗的地方，最好是冰箱冷藏，来防止健康的脂肪氧化变质。一个简单的每日分量是大约1到2汤匙，或10到15克。您可以把亚麻籽粉撒在燕麦粥上，搅进原味优格里，混进果昔里，或混进温水中，在您的第一餐前喝。还有一个温和的提醒，因为亚麻籽富含水溶性纤维，它们会在您的消化系统中吸收水分。如果您没有喝足够的液体，特别是作为一个长辈，您一开始可能会感到腹胀或便秘。所以当您把亚麻籽加到您的一天中时，务必要搭配良好的水分补充。
您的肠道和您的肾脏都会感谢您。第二种建议的坚果是夏威夷豆 （Macadamia nuts）。这下一个结果常常让人感到惊讶。许多长辈看着夏威夷豆就想，太浓郁了，太油腻了，太多卡路里了，那对我的肾脏不可能好。但当我们仔细地看它们的营养组成时，一个不同的画面就出现了。夏威夷豆主要由健康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组成，这跟我们在橄榄油中赞扬的同样是一般类型的优质脂肪。事实上，一份28公克的夏威夷豆中，大约78%的脂肪是单元不饱和的。在这些脂肪中有 Omega-7， 这是一种比较不为人知的脂肪酸。研究人员发现，它有助于调节组织中的发炎反应，包括在肾脏组织中。2021年发表在功能性食品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 Omega-7 可以帮助降低发炎性的细胞激素，也就是那些驱动慢性发炎病逐渐损害，像是肾丝球和肾小管等脆弱结构的化学性质。透过平息这个背景的发炎，夏威夷豆的脂肪可以长期下来支持比较稳定、有效率的过滤功能。还有另一个让夏威夷豆对肾脏友善的原因，与许多其他坚果相比，它们的钾和磷含量相对较低。大约100公克的夏威夷豆含有大约300多毫克的钾和约180毫克的磷。注此处修正原文，数据已符合一般营养资料。夏威夷豆的磷钾含量确实远低于腰果与杏仁，这远低于我们在腰果和一些其他坚果中看到的数字。这使得夏威夷豆成为一个高能量但温和的选择，对于因为肌酸酐高或慢性肾脏病而需要严格控制电解质和矿物质负荷的人来说非常适合。当然，温和不代表可以无限量食用。夏威夷豆仍然是热量密集的，且脂肪含量高，所以分量大小很重要，不只对您的肾脏，也对您的整体新陈代谢和体重控制至关重要。对大多数有肾脏担忧的长辈来说，一个简单安全的范围是每天大约5到7颗坚果，这很适合作为上午或下午茶时间的点心，那时候您的身体可以消化它们，而不会干扰睡眠。请仅可能选择生的或前烤的无盐的夏威夷豆，额外的盐分会升高血压、病位、肾脏，增加又一个负担。如果您在买包装的夏威夷豆，花点时间检查标签并避免添加的盐、糖或调味料。您可以直接吃夏威夷豆，或轻轻地压碎，撒在燕麦粥或原味希腊优格上，它们天然的奶滑感让一小份就感觉很满足。这可以帮助您避免无意识地吃比较不健康的食物。如果您是夏威夷豆的新手，就从比较少的量开始，看看您的身体如何反应。有些人一开始会因为脂肪含量而感到有点饱，那是一个要慢下来的信号，而不是要害怕。对承受压力的肾脏来说，夏威夷豆可以比较不像是一个问题食物，而比较像一个安静、支持性的伴侣。当用尊重和适量来使用时，我们名单上的第3种对肾脏友善的坚果，您可能已经知道它对大脑健康有益，那就是核桃。它们的形状非常像一个小小的脑袋，但它们真正的力量远不止于记忆和专注。对一个肌酸酐偏高的人来说，核桃可以是一个对肾脏支持性饮食的有意义的补充。核桃富含 Omega-3 脂肪酸，特别是阿尔法次亚麻油酸以及多酚和生育酚，这些化合物共同作为强大的抗发炎和抗氧化剂，有助于保护脆弱的肾脏细胞免受氧化压力和持续的低度发炎伤害。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规律地食用核桃的人
他们的 C 反应蛋白 CRP， 也就是全身性发炎的一个重要指标，水平降低了约32%。他们的肾脏过滤功能也在短短12周内有了显著的改善。再说一次，核桃不是什么神奇的解药，但它们有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生物学环境，在那里肾脏不必那么努力的奋斗，不像一些钾或磷含量非常高的其他坚果，核桃含有这些矿物质的中等水平。对有轻度肾功能损害的人来说，这种平衡使得核桃比较安全，也比较容易融入一个受控制的饮食中。只要分量保持合理，在微观的层次上，核桃中发现的多酚和生育酚有助于支持细胞膜的健康和肾组织的完整性。比较健康的细胞膜意味着比较好的物质交换，比较有效率的过滤，以及对持续损伤比较有韧性。如果您偶尔会吃生的、轻微烤过的，或会加到早餐里的核桃，那可能是一个值得保持的好习惯。对一个正在管理高肌酸酐的人来说，一个实际的每日分量是大约4到5个核桃仁，大约2颗完整核桃。这很适合作为早餐后或下午的点心，而不是空腹吃，以减少任何潜在的消化不适。您可以将核桃浸泡1夜来软化它们，并让它们更容易消化，或者轻轻地烤它们来获得比较深层的风味，或切碎撒在燕麦粥或优格上。只要确保避免吃起来有苦味、闻起来奇怪或有发霉迹象的核桃，这些可能含有黄曲毒素。这些物质不只对肝脏有害，也对肾脏有极大的毒性。把核桃想成是一个小小的每日投资，不戏剧化，不华丽，但这是一个稳定、安静的方式，来减少发炎、支持过滤，并给您的肾脏一个在未来几年里保持强壮的、比较好的机会。您的肾脏时时刻刻都在悄悄地工作，而不需要您的特别注意。当肌酸酐开始上升时，那不是您的身体在背叛您，那是您的身体终于在发送一个讯息，表示它需要一种不同的支持。今天我们走过了同一个故事的两面，在一边3种熟悉的坚果、腰果、杏仁、栗子，在肌酸酐已经很高时，会让您的肾脏充满磷、钾或草酸盐的压力。在另一边，3个比较安静的盟友亚麻籽、夏威夷豆和核桃，可以帮助平息发炎、支持过滤，并给您的肾脏一点喘息的空间。您不必一次全部改变，您不必做到完美，或对您过去吃的东西感到内疚。重要的是您从今天开始选择什么，量好您的分量，用比较多的觉察来检查您的检验结果，并比较常地伸手去拿那些站在您肾脏这边，而不是对抗他们的食物。无论您在50、60、70多岁或更年长，善待您的肾脏永远都不嫌晚。每一个小而持续的选择，例如换一个零食，加一丝亚麻籽，选择一把核桃而不是一把腰果，都是一个悄悄地对您的身体说，我现在在听了，我在照顾您的方式。如果您曾有过高的肌酸酐结果，被告知要避免某些坚果，或因为您的肾脏健康而改变了您的零食习惯，欢迎您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这些建议。希望这些资讯能帮助到刚开始这一趟护肾旅程的朋友们。如果您觉得这则健康资讯对你有帮助，请务必让我们知道，这对推广健康知识真的很有帮助。了解如何透过饮食来辅助健康，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掌握的力量。感谢您的阅读与关注，祝福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肾脏与美好的人生。我们下次的健康资讯分享再见。